见面不容易啊！见面不容易。这些老人呐，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个面了。这是邓小平晚年时期与众位老部下重聚的珍贵原生影像，同时也是邓小平退休后第一次参加活动。1989年11月20号，在秦基伟的主持下，邓小平身着中山装，精神抖擞，与昔日共同驰骋疆场的老部下欢聚一堂，亲切热络地相互打着招呼。邓小平与宋任穷、李雪峰等老同志一一握手。轮到原海军副司令杨国宇时，邓小平突然打趣地说道：“你在2月部队是有名的杨大人呐。”此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，气氛温馨又融洽。此后，邓小平又与众人围坐在一起，开怀畅谈1个多小时。分别时，老同志们再次与邓小平握手，真心地祝福他健康长寿。邓小平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。